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6天罪恶。著名维吾尔作家诺尔·穆罕默德多提在被中国警察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囚禁70天后死亡。当时警方说有事要问，但他去警察局后再也没有回家。被捕当天，他旧病复发，但在70天的拘留期间，他没有得到照顾。6月2日，他的尸体被交给家人时，脚上还带着镣铐。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喀拉喀什就此事发表了声明。他说，所谓的再教育营实际上是一个纳粹法西斯阵营。70岁的著名作家在集中营中丧生，他的死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集中营的真面目。总有一天，中国暴政将为其臭名昭著的政策付出代价并灭亡。中国对一些哈萨克斯坦产品实施制裁。根据东突厥斯坦通讯社报道，通过东突厥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进口的一些产品受到了中国的制裁。据报道，以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地区传播绵羊和山羊病为由，禁止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绵羊、山羊和牛奶等产品。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中，另外200人被捕后，阿拉木图警方高度戒备。哈萨克斯坦本周日举行总统选举后，民众不满当局在选举中舞弊，举行示威抗议，指责执政的祖国党舞弊及篡改选举结果，但遭到抓捕。周一，海国演艺界阿肯弹唱者诗人任伊拉提扎伊托夫因公开发表演讲被警察带走。本周二，阿拉木图警察继续试图通过抓人平息抗议潮，但遭遇更多人的反抗。哈萨克斯坦警方此前宣布在示威中抓捕500人。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委员会警告说，在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情绪继续蔓延。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称，2018年各成员国伊斯兰恐惧症、反移民情绪和民粹主义继续蔓延。该报告警告称，民粹主义和反移民言论对欧洲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塔塔尔人进行镇压。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非法拘捕8名塔塔尔人，并进行非法搜查。声明称，昨天俄罗斯安全部队在克里米亚不同地区非法逮捕了8名塔塔尔人，并进行了非法搜查。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神秘消失。11日，印度空军发言人向媒体公布了搜索行动最新进展。一架印度空军直升机当天发现了安3-2运输机的残骸。印度军在推特上表示，他们试图得到飞机人员和乘客的消息，尚未公布飞机坠毁原因。